個人所得稅可以退稅嚟，應該點樣操作？有啲人講退哋幾千蚊甚至幾萬蚊，係咪真㗎？個人所得稅退稅開始咧，3月1號開始，我哋就可以申報呢個個人所得稅退稅呢件事。首先，我嚟回答呢個係真嘅，但係會有好多誤區。你睇網上呢幾日係咪經常有人同你講，只要你有房貸，咁你就可以退稅啦？有啲講退哋幾千蚊，甚至講仲有幾萬蚊。其實有啲人更多係為咗蹭流量，甚至有啲仲走嚟問我係咪可以退契稅？首先我哋信以為啊退契稅呢個咁嘅講法嚇，其實我哋好容易咁可以判斷出自己究竟可唔可以退稅，係好簡單嘅。大家跟住我嚟一齊操作一次你就知道啦。第一步，打開我哋嘅手機，下載個人所得稅 APP， 然之後打開個人所得稅 APP 並且登錄上去，然之後可以揾到我哋嘅收入納稅明細。我哋選擇係2024年嘅，我哋就可以去睇到舊年我哋所有嘅一個收入情況，以及我哋所納稅嘅呢個金額。重點係睇下我哋已經報嘅呢個稅額嘅一個總額合計。如果講你好似我一樣得個蛋嘅話呢，講明呢個退稅呢件事同我哋係咪有任何關係嘅？如果講顯示有餘額嘅，咁我哋就有呢個退稅嘅資格。咁我哋翻轉頭，我哋揾到專項附加扣稅，點開我要申報，在呢一度其實你就可以睇到佢有7項選項。嗱，如果講我哋係滿足條件嘅，咁我哋可以將佢填入去，我哋可以退得更加多啲稅。佢平買嚟講只有房貸嘅呢一個選項。第三步我哋就要翻轉頭去睇首頁，首頁裏頭去選擇去2024年綜合年度匯算。既然佢而家係需要預約嘅，你就在幾多號進入呢一個綜合年度匯算裏頭去直接選擇申請就得啦。嗱，如果講我哋係有退稅資格嘅，咁就填上你自己嘅銀行卡賬號，幾日左右嘅時間呢，錢就會直接落到你嘅賬上噶啦。退個人所得稅就係咁樣一個簡單嘅流程，其實一啲都唔難嘅。因為最近有唔少嘅朋友問到我關於呢個退稅嘅問題，所以我今日特登出一個視頻同大家講清楚。如果大家仲有其他嘅問題，亦歡迎喺評論區留言俾麗麗。我係麗麗，一個認認真真做咗16年房產嘅地產人。我哋下期再見。